咱这个时阵要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上帝对拿阿甲伊3个囝讲：我现在要甲恁的囝囝孙孙，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就是遐个甲恁对船里出来的精生飞鸟立约。我应允恁所有的活物，绝对无搁互大水消灭，无搁有大水毁灭大地。我互我的庆伫云里出现，这立约的永久记号。这约是我甲恁以及所有活物立的。庆是我甲世界立约的记号。无论什么时阵，我伫天顶铺云彩，庆伫云里出现，我就会记得我甲恁以及所有活物订立的约。大水无搁毁灭所有的活物。等我看见庆伫云里出现，我就会记得我甲恁、甲地上所有活物所立永远的约。这就是我甲世上所有的活物立约的记号。以上是上帝的话。这时阵咱要请主任牧师、蔡建伦牧师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伊所要用的题目是拿阿第3讲，请咱安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拿阿的故事，互咱的启示。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庆的约定。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修饰阮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有信心照你的话去行。主啊，阮即时要静静听候。求你对阮讲话，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前一站有落大雨的时阵，拢感觉大雨实在是真无方便，因为落雨的时阵出入拢真无方便。落雨了，涂骹拢真侪这落雨梅互这雨水嘛带来真大的破坏。所以真侪人袂爱落雨。但是，若落雨了，咱若往天顶去看，咱有时阵会当看见到有一个真水真水的庆伫天顶。当咱咧看这天顶的庆的时阵，咱嘛会问讲：为什么天顶会出现这个庆？当然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会当对科学的方式去解说。但是今仔圣经来咱讲，这个庆。是上帝甲咱立约的一个记号。咱看见着伫古早的时代，以色列人就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天顶会有庆？因为列祖就会甲因讲，这是上帝甲因列祖拿阿立的约定。亲像咱几个礼拜进前所讲的，拿阿的时代全人类拢邪恶，所以上帝做一个决定，要用大水来消灭伊创造一切。但是伫这个消灭的过程中间，上帝依然有恩典。伊竞选哪一家人，命令因来做一只大船，互所有的这物种会当进入船内底来延续这生命。这是上帝恩典。就安尼，这大雨落真长的时间，一直到水退总经过1冬过10天。那看见这陆地顶面的水拢退，伊就行落这个大船，献祭，然后上帝就甲拿阿立约。上帝讲，伊无搁再用大水毁灭这个所有的万物，伊用一个庆，这个庆来做立约的记号。所以今仔日咱看见着落雨了，看到这庆出现的时阵，咱就当想起
上帝甲拿阿所立的约。但是上帝虽然是甲拿阿立的约，上帝嘛透过这个经来甲咱立约。所以今仔牧师要透过三个无共款的角度，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经的约带互咱什么款的意义？咱首先第一项，咱要对这个经的形状，伊的外观、伊的形状来思考。咱看经亲像啥物货？咱看经亲像啥物货？亲像桥吼。但是咱来理解经伊原本的意思毋是桥啦，伊原本的意思是弓箭的弓，伊亲像一个弓箭，伫天顶出现。你要理解弓箭是啥物货？弓是武器对无？伊代表是要毁灭、要造灭的一个工具。所以当咱看见着天顶即个弓出现的时阵，伊是代表一个弓箭的弓。咱来去想着啥物货？第一项，咱去想着咱是有罪的人，原本的亲像那迄个时代的人类，咱应该爱受造灭啊，咱爱受刑罚。所以这个经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咱是罪人的记号。咱是罪人的记号，但是经却被上帝的疼来转化，才做一个救恩的记号。拄则有人讲，经亲像一条桥，对无？亲像连接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所以原本的是造灭、是毁灭的工具，今仔变做一个疼的拯救的记号。所以上帝甲那立约的时阵，上帝安尼讲：我应允恁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万物，无搁再被大水消灭，无搁再有大水来毁灭大地。这个应允是宣告讲，无搁再有迄个大规模的造灭，代表这个应允中间，上帝有救赎的恩典伫咱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伫圣经中间，毋是简单经有即个代表意义。咱来看到另外一个甲经相共，叫做十字架。咱来理解十字架伫罗马时代，迄个时代十字架是啥物记号？是一个死刑的记号，是一个犯同罪的人，都爱用十字架即个死刑来定死。但是今仔日因为上帝的疼，伊将这记号来转变。转变做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伫落雨了，看见着天边的这个经的时阵，当咱抬头看见着教会顶面的十字架，也是咱人头前所拍这个十字架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原本的咱是应该爱受刑罚的一群人。但是因为上帝的疼，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咱甲上帝立这个救恩的约，特别是咱等下要守圣餐，这圣餐嘛是一个记号，这是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所带来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是第一项，咱对这个经的外观来看所理解的这个意义。第二个部分，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看是，咱若对经的色彩咱会当理解，有几项真重要的信息来对咱讲。咱知影一般来讲经咱拢讲有7色对无？其实咱来理解来讲，这7个色是伫天顶用这渐层一层一层的方式来排列出来会显现啦。其实伊迄个。一个色甲一个色中间，迄个有千变万化的这个色地这是人所无法度做出来，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啦。所以这经的水咱看到经遐尼水，咱特别我看到有人常常咱最近咧通讯软体做方便有人看到经来翕起来，就来发表出来因为经实在是。太水的，这款水是无法度用言语所讲的，伊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美好，而且伫圣经中间咱知7是咱会当用咱的
肉眼去分辨，伊有7种色，这7是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代表上帝甲人立的这个约定是美好而且完全，是上帝上界美好而且完全的安排。上帝要拯救人，要恢复伊甲人的关系，所以咱对这个经的设置，咱会当理解。为什么这个约定遐尼美好佮完全？因为透过这个约定，透过这个约定，上帝要带人进入光明中间。为什么安尼？咱伫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咱拢有做一个实验，对无？今日牧师啦，将这个实验带来咱的礼拜堂，我有做一个这个彩色板，咱迄阵上课的时候，拢有做这个实验，对无？你若这个转，转了会变做啥物色？我转互恁看，你看，这转你看，安尼有变做小可，因为我这设置毋是为了真啦所以大概小可看起来是白色，但是小可浮浮安尼啦但是咱来理解来讲，这个7色7个色的光来合起来，竟然是变做一个白色的光代表这个7色的约定，伊是要带人进入这个光明中间而且欠一项都无法度成立无，咱来理解所以这个色散的实验帮助咱对经甲上帝荣耀的关系有更较深的领受白色的光是象征上帝的圣洁，拢无一点杂质咱理解，伫那个时代落大雨的时阵，世间是黑暗的。但是经历迄个黑暗，到尾雨停了，迄个光出现，上帝为因准备了遮尔水的一个光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款的约定是要带咱进入迄个完全的光明中间，而且这个设置有遐尼千变万化的设置，是代表上帝所赏赐咱的恩典是遐尼多彩多姿，是丰盛而且美好的。所以，这款为你备办的恩典，你敢有较无？如果咱有希望甲上帝立这款永远的约定，牧师接续还有一个提醒，就是甲这个经的显现有关系。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的显现有2种真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伊是永远无改变的。虽然咱经的出现无亲像日头同款，每一天固定对东到西拢会出现，但是经是自古到今拢无消失的。无论咱的生态安怎变化，落雨了，拢有经拢有机会通出现。所以上帝安尼讲，上帝讲，我互我的经伫云顶面出现，成做立约的永久的记号，表示讲，伊这是一个永远无变的一个记号。咱对古早人到今仔日咱的人，甲未来的人，拢永远会向看见到上帝甲咱所立约的这个记号。但是牧师嘛要互大家知影你若有物理的常识，你就知影，毋是每一遍落雨了，你徛伫倒一个位，拢会当看见到经。所以咱来理解经伊有特别产生的所在，就是这个人要看到经的人伊爱背对阳光，日头爱对伊后壁面写来，然后爱有特定的角度、甲适当的范围内底的人，才会当看见到这个经。这互牧师一个真大的感动，就是讲，咱要安怎甲上帝立这个永远的约定，毋是每一项拢会当立这个永远的约定。爱伫耶稣基督内底，你会徛踮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才会当得到这个永远救恩的约定。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愿意甲咱立这个永远不变的约定，但是只有徛踮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才会当承受这款的救恩。咱爱记伫咱的心中，特别是咱每一遍咧强修圣餐的时，咱看见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咱拍破，伊的宝血为着咱流出，
即款的约定，减讲咱无要承受吗？只有赶紧来到耶稣基督内底，咱才当甲上帝结连即个立约，即个美好的关系。最后，牧师要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分享。牧师进前有叫大家爱详细去看创世纪第6章甲第9章，这是关于挪亚的故事。咱今仔虽然无读，但是咱知影挪亚的故事有一个无完美的结局无完美的结局。伫挪亚的故事第9章咱今仔读到17节对无？你若对18节继续读你会发觉讲哇，尾仔因挪亚的家庭出现一件无啥完美的结局就是圣经中间讲挪亚是做事的伊是一个农夫，所以伊有种一座葡萄园。后来伊用葡萄园来发酵成做酒圣经中间讲伊啉酒醉啉酒醉了，将伊的身躯顶的衫来脱了然后困伫即个帐篷中间。圣经中间安尼描述讲，有一个囝叫做含看见，就马上去甲即件代志，甲伊的2个兄弟讲。哪有3个囝嘛即含看了，甲闪甲阿弗讲即件代志叫闪甲阿弗知影讲目睭去看到老爸脱肉体这是老爸真无阳光的代志，所以伊毋敢看老爸脱肉体，摕着一领迄个长衫然后毋敢看，用退后的方式2个人摕即领衫来盖的，然后面对外口所以伊无看到因老爸即赤身裸体的形状后来那酒醒了，伊知影伊上届伊细汉的囝含所做的代志，伊就救助即个含的囝。叫做迦南这段经文中间有人咧读这段经文有真侪要义其中有3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讲，那啉酒醉到底有毋对？第二，你讲含出去，甲伊的兄弟讲，伊的老爸脱肉体这件代志，到底有犯啥物大的错误？第三项就是，为什么含犯错误，伊的囝迦南却受咒诅？这是圣经学者咧研究这段经文的中间3个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真复杂的课题啦咱若要今仔要分享可能爱开一个查经班来讲但是牧师用上介简单的方式甲大家分享，因为这圣经学者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关于这段牧师用上介简单的方式甲大家分享这3个答案第一项就是讲，那因为酒醉。伊犯啥物款的罪？伊犯失态的罪啦伊原本咧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伊有一个真好的形象，但是因为啉酒醉无法度控制家己煞赤身裸体赤身裸体是一种见笑的象征啦，所以伊犯了啉酒醉犯了失态的错误这互咱一个警醒无论你到要选总统，你拢毋通啉酒醉所以这互咱第一个提醒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真不幸的这件代志，互伊的囝含看到做一个囝的人，原本看去老爸这款失态的状况应该马上起来抓含起来嘛，结果伊无安尼做反倒转去来别人讲，去来因2个兄弟讲虽然咱毋知伊安怎讲，毋知伊用啥物款的态度讲，还是讲伊伫这过程中间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无清楚。但是咱了后，咱对挪亚的话语中间知影讲，含对伊老爸的行为举止可能真轻视啦，可能来踢笑，还是讲伊做啥物无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了后挪亚就咒诅含的囝迦南为什么老爸犯错去咒诅伊的囝？我是安尼理解咒诅伫囝身上比咒诅伫家己身上搁较艰苦。所以这是整个家族的问题但是咱会当理解讲，圣经伫遮将这个家族的丑闻记载伫圣经中间对这件代志中间，咱得到2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咱看见到一个完全人犹原失败这是其实咱是应该爱感谢上帝，就是讲圣经将这个代志忠实
来表达出来哈。圣经中间原本在讲，那是一个义人，当时的世代，伊是一个完全人，那甲上帝同行，这是咱顶回讲过嘛吼。那被上帝拣选，成做一个拯救的恩线。但是虽然伊是一个遐尼互上帝欢喜的人，伊嘛是有无完全的所在。哦，所以咱看起来圣经确实是上帝所启示，哦，毋是照人的意思写的。你要理解吼，那照人的意思来写的吼，绝对袂写安尼对无？咱看起来历史上真侪伟大的人物吼，哦，拢无可能犯错，犯错拢是别人犯的，哦啊，所以历史记录遮伟大的人物大家拢是完全人，但圣经毋是安尼，圣经将遮的人。虽然伊是信用伟大的人物，但是伊有原是软者软弱的罪人。咱看见着摩西，摩西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甚至以色列人，咱讲伊是以色列的国父啊。但是咱来理解，圣经记载伊是一个杀人犯，嘛因为伊杀死人，所以伊较去旷野内底，成做一个牧者嘛。圣经中间代表咱知影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又完将伊所犯的错，伊犯奸淫，佮犯杀人罪，拢来记录伫咱的圣经中间。所以，互咱明白世间无一个完全的人，吼。所以圣经忠实记录遮的人，是要互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完全的人。但是这同时嘛是一个鼓励，吼，因为上帝会使用犯错的人。如果那一生拢无犯任何的错误，咱会感觉讲哇，我要成做亲像的人，我是无可能的。吼，但是伊无完全，伊亲像你甲我相共，遐尼无完全。所以咱会当理解，如果上帝要使用一个完全人，咱中间无一个人会当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但是上帝使用亲像相款即款。普通的人，伊也会犯错的人，就是亲像你甲我即款的人。只要咱对心内真心愿意被上帝所使用，愿意学习完全跟对上帝，咱会当坚持到底，安尼咱的一生就当互上帝成做上帝使用的一个器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段是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咱今日看见上帝甲咱立约。透过耶稣基督甲咱立约，咱也看到上帝要使用咱每一个人，成做伊的器具来荣光伊，来祝福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透过的生命故事来学习济的事。主啊，阮恳求你，亲像你咧竞选同款，阮也愿意被你竞选。互阮会当继续透过阮的生命来见证你甲阮所做彩虹的约定，求主帮助阮。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